愿一切因恶恼因光拢归乎天地的上帝。咱只是拍开圣经，咱要看两位圣经。第一位撒母耳记上段第16章第1节到13节，第二段是伫希伯来书第10章36节。撒母耳记上段16章第1节到13节，耶和华甲撒母耳讲。我已经气杀扫罗，无互伊做以色列王。你为着伊忧闷，要到遐尼久嘛？你就用角底油满满去啊！我要找你去伯利恒人亚西遐，因为我伫伊的囝的中间备办一个王。撒母耳讲：我怎样通去？扫罗若听见伊要杀我。耶和华讲：你通带一只牛仔甲你去，就讲我是来要献祭予耶和华。你就请亚西来负这个祭事，我要指示你所应该行的事。我所指示你的人，你就替我甲伊抹油。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伯利恒。城里遐个长老拢袅袅出来迎接，伊讲：你是来为着平安吗？伊讲：为着平安，我是要祭献耶和华，恁就清起家己来甲我负献祭。撒母耳就互亚西甲伊的遐个囝清气，叫因来负祭事。因已经来，撒母耳看见以利甲，意思讲耶和华所要抹油的，果然伫伊的面前。总是耶和华甲撒母耳讲，目的看伊的容貌，甲伊身躯的大汉。这人是我所记绝，因为耶和华看无亲像人的看，人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心内。亚西叫阿比拿达，互伊对撒母耳的面前经过。撒母耳讲：耶和华也无经这个人。亚西阁叫沙马经过，伊讲：耶和华也无经这个。亚西互伊遐个囝7个拢对撒母耳的面前经过。撒母耳甲亚西讲：耶和华也无经这个。撒母耳甲亚西讲。你的囝拢伫遮吗？伊应讲，抑阁有一个煞尾的，担在饲羊。撒母耳甲亚西讲：你找人带伊来，因为伊抑未来，咱无要坐倒，就找人带伊入来。伊是赤色，目睭清秀，生做好看。耶和华讲：这人就是。你起来，甲伊抹油。撒母耳就用角内的油伫遐个兄的中间抹伊。对迄日起，耶和华的神大大临到大必。撒母耳起身转去拉玛。咱这是来看希伯来书第10章36节。希伯来书第10章36节。恁爱紧着吞忍，互恁已经行上帝旨意，后来通受所应允的。这是咱请罗龙斌甲咱分享伊的信息是：代志毋是像你所想的安尼，代志毋是像你所想的安尼。把时间交互牧师。来所敬听这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互咱会当过一摆做伙来服侍敬拜伊，愿上帝平安恩典丰丰富富实在伫咱中间，请咱大声三甲码头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多谢你，每一摆来到主你的圣殿，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阮的心拢充满感激，因为你是主，你听阮。你救赎阮，互阮有新的活命。你无计较阮的过去，互阮的性命会使重新出发。阮真正要好好来珍惜这款的疼，
即款的稳定，总是主啊，阮着怎样好好甲主你相甲行，好好甲主你建立四者关系，好好活出主你爱阮活出的活命，来用讲你的名，这是阮常常啊放伫内心来想的。早起对你的圣经、你的话中，恳求主你亲身对阮讲话，阮平平对你的话中会当领受上帝你所要互阮的教示，阮平平受到装备，平平进步伫主你的教示的中间。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姊妹，伫你开车的经验中间，毋知捌一摆做伙收到3张罚单无？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就捌拄到即款的事。即个代志是安怎发生？因有一天，伊开车要去上班的时，开到12路口，忽然间有一道闪光死一个。那开车的人可能拢马上有一个感觉，就是讲，警醒就讲害啊，是毋是我的车超速？所以伊就把车的速度放慢，伊要倒转去看一个讲详细是安怎发生这个代志，所以把伊的速度放伫这个安全的这个规定内面，搁倒转去到原来迄个路口，无拍算，迄个光将阮搁死一个，哇！伊感觉哪有这种道理我已经是这样安全的这个速度。安那会阁死一个光伊是感觉讲，怎讲？伊想要甲查一个究竟伊讲好，我一定要阁甲查一个我详细。所以最后一摆伊差不多是用龟速啦安尼差不多躯体行咧慢慢，阁倒转去到这个12路口无拍算，光阁死一个，伊气到要死，差不多头壳呛烟，但是安怎？特别去上班时间袂赴的，就无甲伊计较但是2礼拜了后，伊真正呢，一摆收了3张罚单。原因是甚物？伊无绑安全带，是无绑安全带。毋是伊超速啦，伊无绑安全带佫一个故事我真趣味讲有一个人有一个兄弟，伊迷茫着安怎？伊迷茫着讲哇，天煞带去看天堂甲地狱啦去到天堂的时阵看讲天堂的景这个情况甲实了描写足共款大家拢足敬虔长老带头伫遐拢24小时伫遐吟诗学老上帝足特殊足庄严，但是看久伊感觉敢若无啥物特别，嘛无啥物趣味但是去到地狱哇，伊目睭拢金起来，伊是安怎？逐所在拢是俊男美女啦组织伫遐咧吃喝玩乐大家安尼讲足嗨咧哇！伊讲这毋才有趣味伊讲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伊就讲我要落地狱但是无拍算第2天伊困醒了安那景色拢无共，有个人互掠去刀山像甲插咧有个人会互掠去油鼎像甲煎去伊感觉那遮奇怪那变遐济一天尔变遐济伊就走去问迄个管理员讲昨昏大家遮欢喜伫遐吃喝玩乐遮快乐今仔日那景色差济。迄个管理员讲，昨昏是广告片广告片要欢迎你来所以这2个故事咧，甲人讲什么真趣味咧讲伫咱的生活中间济代志毋是像你想安尼啦。毋是目睭你看到，也是你感受，毋是你想安尼。总是早起我要进一步甲咱讲即款的情形，毋若伫生活顶面在发生伫咱的安怎？伫咱信仰顶面，相款嘛常常咧发生伫圣经有即款的记载伫出来记第1章第16章第1节到第3节有即款的描写讲以色列人因出来记对以琳开始起行到以琳甲西奈中间的一个旷野，叫做逊的旷野时阵，因为无物件好食就开始甲这个摩西甲阿伦伫遐来发怨言，
讲阮吼巴不得吼较早就死伫埃及地吼耶和华手下，因为迄时阮坐伫肉鼎的边啊，至少阮会使食肉，食会饱啊。啊，你即马甲阮带出来旷野，是要还死伫遮吗？还无通食枵死嘛？哦，因就开始伫遐吼，甲摩西甲阿伦发怨言吼，发言。啊，请咱甲想看觅，因发即个怨言有道理啊无？要出埃及，敢毋是久久祈祷的结果嘛？哦，因伫遐做路咧真艰苦啊！哦，啊，久久祈祷，好不容易出来埃及啊！哦，啊，会当来到旷野，是经过安怎？一新者，因看到一新者，经历一新者，才有法度来到旷野。总是因为无饭好食，无食物好食，就开始安怎？伫遐埋怨哦，摩西。阿伦伫遐来埋怨，啊，咱甲想看觅，上帝好不容易甲因带到旷野，敢真正要互因饿死伫遐吗？哦，念咱继续讲。搁另外一个，我想咱圣经的故事咱真熟的，对于自由就开始有读过，讲有一个将军叫做乃曼将军，哦，是这个阿兰国的将军，是以色列对着的国家吼。啊，这个国家的将军安怎？这个乃曼，伊真够小台吼，啊台拢台赢，伫阿兰国差不多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吼。但是可惜一点就太过，吼，咱讲吼，这唯一很大的遗憾吼。所以我想伊生活嘛安怎，真美中不足，真不准。但是当伊听到伊的女婢，甲伊讲，阮神吼，阮的故乡有一个先知叫做以利沙吼，一定会甲你医好，吼，医好你的。太过哇，伊就足欢喜的，吼，伊就足欢喜。伊毋若拜托伊的国王写批，互以色列王伊亲身，吼，伊带着这礼物，啊，伊的车马，浩浩荡荡来到吼，这个以利沙的厝，徛伫门前。总是以利沙有出来无？无啦，以利沙无出来。以利沙派伊安怎？一个罗卜出来讲啊，你去约旦河吼，洗7摆吼，啊，你的肉吼就复原，啊，就会得到清气。哇，听到这个话吼，乃曼足生气的呢，因为伊还未来就想好啊，伊想讲哦，我来到以利亚的厝吼头前吼，以利沙应当会出来，徛伫我的头前啊，求叫耶和华的名吼，啊，然后伫我钓太过的所在，甲我摇摇咧吼。啊，我的太哥就会得到好。什么叫我去约旦河？哦，洗7摆。伊讲我的故乡大马色，迄2条河阿巴那甲反应法，这2条河的水，敢无比恁较清气嘛？所以伊就足受气离开啊！吼，咱倒转来讲，咱个想上帝遮尔辛苦，才甲以色列人带到旷野，敢是真正要互因饿死吗？无啦！哦，咱若我继续读圣经，咱会发现讲，上帝毋但为石盘出水互因啉，吼，落玛纳互因食，啊玛纳食了先讲想要食肉，哇，烟吞吼，自动飞到营地互因食到安怎？讲肉油啊，踢伫喙齿旁，哇，你就知影讲迄食偌济吼。啊，甚至上落尾，上帝照所应允的，带因进入什么迦南地啊？吼，所以上帝敢是想喜欢呢？啊，乃曼嘛是共款啊。咱想讲，以利沙敢真正是故意要找乃曼将军的麻烦？毋是啦，吼！你甲看，当这个乃曼后来听入去另外一个罗卜，甲伊苦劝。这个罗卜甲伊苦劝真有意思，伊讲吼，我的爸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欠无要做吗？何况甲你讲，你去洗身躯洗7摆。就会当得到清气啊！哦，意思是讲去洗一个身躯7摆，迄是小事啦。哦，你若无去试看卖，啊，结果这个乃曼有听入去，去洗7摆了后，结果安怎？伊的身躯真正拢恢复亲像囡仔的皮肤，哦，真水吼。所以这2个故事咧，甲咱讲什么吼？伫咱的信仰中间，嘛有侪事，其实毋是像咱想安尼，总是。常常在影响咱的信仰，嘛甚至会影响咱甲上帝的关系。早起，咱就要来想讲，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明明代志都毋是像你想啊，你哪会安尼想？
或是啥物原因会发生，咱要怎样去预防吼？这是咱早起要做伙想的。第一个，咱要想的就是讲，是安怎代志，毋是像你想安尼，但是哪会发生？都是因为咱的主观啊，我们的主观甲你安怎自作聪明来产生的啦。咱今仔日读这段圣经，毋知你有发现无？这段圣经咧讲什么？内容其这段圣经就是咧讲，上帝讲伊无爱扫罗做王啊，伊找安怎？找撒母耳，讲你去亚西的厝伫所有的囝内面有定一个来做王你去请亚西来食祭肉，我就要指示你所着行的事。这句真要紧伊讲我所指示予你的人，你都爱甲伊抹油。上帝明明甲撒母耳讲，我甲你指示迄个人，你就甲伊抹油。但是咱拄则读圣经真紧读过，撒母耳有安尼做无？无啦，撒母耳可能用咱的话，即摆话讲，伊可能是外貌协会马上就就去以利亚以利亚刷掉杀掉啦伊讲这个人生了遮尔高强大汉，佫生了水这个做王上好险就要甲抹油但是上帝加在上帝马上甲伊纠正，上帝讲你毋好看伊的外貌甲伊身材管大，我无要敬伊因为上帝耶和华看人无亲像人咧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换一句话来讲，伊险抹油抹唔着人，是因为安怎？伊主观的，伊感觉这俊男，佫高强大汉，这来做王上好。加在上帝甲伊主动，接续咱来看，伊有进步无？其实有小可较进步时间的关系，咱无一个念这耶西囝咱看咱的脑筋急转弯是安怎耶西过来这囝行过，伊拢真紧讲这拢毋是上帝要选的，是安怎？伊马上安尼讲，为什么他马上这样讲？连考虑都无考虑，讲这拢毋是上帝要选的，是安怎？伊犯着自作聪明的毛病啦，是安怎？因为拄则上帝讲嘛，讲上帝看人无咧看外貌是看内心。有可能这耶西佫落来这囝嘛拢生了正缘投所以马上一个就不用，这拢毋是上帝要选的加在最后一个代笔来的时阵，伊无佫犯即款的问题这个时阵上帝亲身出面甲伊讲无这个就是我所要敬的，你甲伊抹油安尼所以上落尾撒母耳才完成任务。这个过程在甲咱讲什么？在甲咱做一个真要紧的提醒。我嘛要甲咱问：今仔日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讲咱是信主的，咱拢信上帝。咱到底是安怎得信？咱到底是安怎得信？咱有真正甲咱生命的主权交予上帝啊无？咱毋知有清楚无？咱信主。上大改变伫倒位？有信主前甲信主后，上大改变伫倒位？信主前你拢做家己的主人，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但是信主了后，咱就是欢喜甲生命主权互上帝管咱有安尼无？咱有真正安尼做无？其实咱真坦白伫上帝的面前悔改啦因为咱嘛是常常用咱的主观。咱的自作聪明在信咱的上帝，敢是安尼？比如咱祈祷久无得到回应，是讲咱所恳求的上帝无马上甲咱成就，你会安怎做？你可能就开始用人的想法方法，要来找讲安怎去解决，敢是安尼？咱看圣经内面一个上出名的故事，就是撒拉甲亚伯拉罕的故事，敢是安尼？咱看上帝甲亚伯拉罕应允讲要互你一个囝，但是当因等足久拢等无的时阵，撒拉想什么方法？讲无我查某囡仔甲你同房来生一个囝安尼咱就有一个好的有影后来是生一个囝，但是因为是安尼做了后，
啦，差不多讲几乎啦几乎伫这个家庭造成革命以外到今仔日你看也咧影响咱的世界。咱看今仔日以色列甲阿拉伯人常常咧相争，迄都是一个根源啊。以实玛利甲以色列以前未下到今仔日，拢要咧甲咱影响啊。所以咱千万毋通用咱的主观甲咱自作聪明，得信咱的上帝。第二，神的代志毋是像咱想安尼，但是咱哪会常常互即款的代志咧发生，就是因为人真紧受到一时的，就是讲短暂的困境跟挫折产生对于上帝丧失信心，嘛来袂记咧上帝的恩典所以即款的代志才会发生这是对圣经互咱会当去对以色列人的身躯顶会使看到的一个答案我毋知咱读圣经，咱有即款的疑问啊无？伫咱的信仰中间，咱看什么款的人看上帝，甚至看上帝，都是以色列人但是什么人常常上界咧违背上帝，嘛是以色列人是安怎因看者甚至哪会定咧违背上帝？因为就是常常一时的会打击、困境，还是挫折，互因安怎？因就真紧袂记咧上帝恩典，嘛真紧对上帝失去信心。圣经嘛有即款的记载，咱拄则讲，咱讲因去到旷野，无物件好食，但是嘛拄着无水通啉啊，对无？因去一个所在真出名，叫做马拉，有无？马列讲遐水是苦的，就开始搁伫遐埋怨上帝但是上帝真正敢？互因要伫遐去个旷野水打死吗？毋是啊！上帝毋但互摩西马上用树头刻落去水，互迄个水会通啉，而且咱也读圣经，咱对马列搁进前行到一个所在叫做以林圣经学者讲差不多10公里，以后伫遐有12股的清泉伫沙漠中间呢，有12股的迄个水泉伫遐讲，得等啉要互恁啉。所以，这个事实在甲咱讲什么？在甲咱讲上帝所救赎的人，上帝一定会保守伊啊！你毋好因为一丝的打击短暂的信心你就短暂的迄个挫折你就对上帝失去信心。上帝绝对会保守你，对咱嘛是同款，对咱嘛是同款。咱来做什么款的回应？圣经诗篇37篇第5节，我感觉是最好的一段一节圣经，伊讲：当将你们的事交托给耶和华，并怎么样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咱是上帝已经救赎的人咱嘛欢喜把性命主权交给上帝。咱拄到一时的艰苦，还是困境，还是打击。你若欢喜将家己的困难交伫主的面前，搁我可以，咱就发现讲，到落尾，主拢会甲咱成全。下面我会继续讲咱看，既然咱知讲，是安怎哪有即款的代志来发生，互咱会产生讲代志，毋是像你想安尼，那一直咧发生这个了后，咱继续想就是讲，咱要哪去预防要咱互即款的代志。莫继续发生，其实一个真简单的功课。再去甲咱分享，就是讲，咱毋通对发生伫咱的身躯顶的大小事真紧来下定论咱伫生活中间，咱有拄着足侪代志但是毋好真紧下定论。你甲看，咱头前咧讲是安怎是安怎撒母耳去到亚瑟厝，真紧就要看到迄个以利亚以利亚就咱敢若想要甲伊抹油，因为伊就开始要下一个定论这个照我的经验一定是好的嘛你看到这个旷野无水通啉的时阵，以色列人嘛是真紧伫遐，就开始咧判断上帝，可能上帝无爱咱上帝就是直接要互咱直接来喙打死因就开始伫遐落一个定论，其实。咱千万毋通安尼，因为咱爱对咱的上帝有一个认识。
我唔知咱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当我跟你问讲，你认识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咱会当讲偌济哦，各真各外的上帝，各外的上帝吼，清群人的上帝，还是讲哦全知全能的上帝啊，这拢是。但是有一个真要紧的，咱一定要认白，咱的上帝是阿法到欧米伽的上帝，咱的上帝是起初的，嘛是上开落尾到落尾的上帝。安尼意思是咧讲什么？是讲咱的上帝，伊创造这个世界，伊对整个的世界，包括咱，拢有真好的计划。但是上帝眼光是对起头看到落尾，吼。啊，咱的人生是伫上帝所有的创造中间一块块尔。啊，你所拄到的艰苦，阁是一块块一块块啊，吼。啊，你若伫啊，就开始咧论断上帝讲啊，上帝安怎，上帝安怎，我感觉这是吼，这是真正吼无合理的一个做法啦吼。颠倒咱爱想，爱甲今仔日啊，咱所特别啊读的圣经，即个希伯来书第10章36节，吼，我较爱用中文来读吼。伊讲吼，你们应当忍耐，当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必得着所应许的。这个吼，这个圣经内面有一句真要紧讲，你们当行完上帝的旨意。兄弟姊妹，有时拄了一束艰苦，你都还袂行了啊！咱拄着讲，因去到马列都还袂行到头前，啊，你就讲啊，上帝安怎吼？其实上帝就早伫遐吼，甲你准备好啊。今仔日圣经嘛有一个真要紧的人，甲咱做真好的模范呢。我想咱拢真熟，就是约瑟。吼，圣经内面我最上较钦佩是约瑟这个吼，毋是，一条约瑟吼。咱看约瑟的一生。是毋是真艰苦？无代无志吼，伊个个因袂掉吼，啊去即个副会长的厝，搁去祖母诬告，啊好不容易伫即个吼，感觉替九正吼解梦，啊讲拜托你出去的时吼，替我伫王的面前讲好话，啊结果九正安怎，一袂记，佫袂记你2年，你感觉咱若是约瑟，你会足艰苦的，啊一定足屈出来，上帝啊，你是伫倒位吼？但是你看约瑟一丝啊都无埋怨，伊就是默默的吼，行伫上帝旨意中间。到落尾，当伊会当成做宰相的时阵，伊就法度甲伊的兄弟讲一段真宝贝的话。伊讲以前恁的意思是歹，但是上帝的意思是好，派我来吼，要来保全恁的活命。无简单嘞，伊哪法度讲出即款的话，都是有行嘛，伊有行了啊。伊若行无了，就讲啊，算了，我自杀啦，我袂活，伊哪有可能看到即款的结果？所以，咱伫咱的生命中间、信仰中间，无论什么款的大小事，咱真正毋好真紧哦，对上帝落一个定论，免得咱得罪上帝，嘛家己带来灾难吼。最后，我要甲咱讲，圣经有一句话，我想咱拢吼真熟。讲上帝的念头安怎赢过咱的念头，上帝的道路悬过咱的道路，啊，咱有真正安尼在做无？吼，我希望吼，既然咱拢同意讲吼，上帝的念头赢过咱的念头，上帝的道路悬过咱的道路，安尼咱就毋通用咱的主观甲咱的聪明安怎想要赢过上帝吼。要赢过上帝的道路吼，要代替上帝的道路。啊，咱嘛莫伫安怎拄到淡薄的即个挫折，还是艰苦，就开始安怎要用咱家己的想法去偏离安怎上帝的道路。我感觉早起上要紧要甲咱分享2节圣经，拄则拢讲过吼。伫咱的生命中间，伫咱信仰中间，你若至少会记哩。吼，当将你们的事交托给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希伯来书第10章36节，你们必须忍耐。当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必得着所应许的。咱有这款的认知，好好甲主相甲行，咱就会发现讲，哇，逐天的生活其实拢是上帝恩典啊！吼，啊，伫生活中间，莫足侪上帝吼的好旨意，你要看逐天的生活，咱会讲。绝对无相款，请三角我头来祈祷。
亲爱天父上帝，多谢你，你的道理是这么鲜明伫阮的中间，总是阮常常忽略，袂记你好好照主你的话三角行。阮讲主你的道路，关过阮的道路，你的念头关过阮的念头，总是主啊！阮却常常用阮家己的念头，在面对你伫阮身躯顶的旨意，愿主你怜悯，互阮有机会倒转来到主你的面前。阮确信主你是听的上帝，你是怜悯的上帝，嘛是欢喜帮助阮的上帝。你更加是要保守阮活命的上帝。愿上帝你，互阮因为知影照主你的话，好好甲主你三角行，互阮会当领受伫逐天的生活中间，主你所要赏赐阮的福气。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